呢次張柏芝終於將收埋咗8年嘅三胎仔推到鏡頭前，但所有人都喺度估呢個細路到底係邊個嘅？一張合照炸出咗一個活咗8年嘅謎團。最近呢幾日，張柏芝一條社交媒體動態直接衝上熱搜第一。相入面佢笑得特別甜，3個仔圍喺身邊，畫面溫馨到好似一幅全家福。本來嘛，呢個係再正常唔過嘅一件事，一個阿媽晒娃，天經地義，邊個睇咗唔會講一句好幸福？但偏偏網民嘅注意力根本唔喺母愛上面，所有人都喺度睇嗰個8歲嘅細仔張禮成，因為呢個係呢個細路出世8年以嚟第一次被高清正面推到鏡頭前面。大仔謝震軒17歲啦，淨係留低一個陽光靚仔嘅背影。二仔謝震南12歲，都係一張活潑嘅側面。唯獨呢個2018年出世嘅小家伙，正面朝鏡頭，五官清清楚楚，膚色偏深，眼仔唔算大，但亮亮地透住一股靈精嘅勁。唔少傳媒甚至用埋細眼仔但好靚仔呢啲評價。但就係呢張天真無邪嘅塊面，令所有人都陷入同一個問題：呢個細路到底係邊個嘅？由2018年出世到而家成8年啦，張柏芝從來冇公開過細路嘅老豆係邊個。而互聯網上面嘅估測已經由謝霆鋒估到謝賢，由內地富商估到外籍人士，離譜到冇邊啊！而家呢個謎底終於有咗一啲線索，因為呢張高清正面相令無數網民開始咗新一輪嘅揾爹大賽。而呢一次，大家似乎揾到咗一啲唔一樣嘅嘢。第二章，先回顧一下呢8年到底發生咗啲乜。要搞清楚三胎嘅老豆係邊個，我哋要先將時間線理一理。2018年11月，張柏芝突然被爆喺香港養和醫院秘密生咗第3個仔，消息一出，全網炸晒。因為嗰個時候佢同謝霆鋒已經離婚6年啦，大仔謝震軒11歲，二仔謝震南8歲，一個離婚6年嘅單親阿媽，突然又生多個細佬，老豆係邊個？張柏芝嘅回應非常乾脆，唔講。出世紙上面老豆嗰一欄係空白嘅。由嗰時開始，呢個細路就好似一個幽靈咁存在喺張柏芝嘅生活入面，間中被影到，但永遠係模糊嘅，打咗碼嘅，遮住塊面嘅。張柏芝將佢保護得好好，或者應該講將佢收埋得好好。直到2025年，呢張正面相終於嚟啦。而呢張相一出嚟，評論區直接變咗大型推理現場。第3章，揾爹第一站，謝霆鋒早就排除咗。每次提到張柏芝嘅三胎，第一個被攞出嚟估嘅，永遠係謝霆鋒。始終大仔同二仔都係謝霆鋒嘅，老三會唔會都係？但呢個可能性早就被排除啦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張柏芝同謝霆鋒雖然離咗婚，但兩個人喺湊2個大仔呢件事上一直有聯絡。謝霆鋒每年俾2個仔嘅撫養費高達幾千萬港紙，而且兩個人間中都會因為仔女嘅事見面傾。但據一位接近謝家嘅圈內人透露，謝霆鋒對三胎嘅事完全唔知情。張柏芝生老三嗰陣，兩個人已經好幾年冇私下聯絡啦。謝霆鋒係睇新聞先至知佢又生多個細路，當時成個人都懵晒。而且由時間線上睇，2018年張柏芝生3胎嗰陣，謝霆鋒已經同王菲復合多年，兩個人感情穩定。謝霆鋒根本冇任何出軌或者偷偷生仔嘅動機同時間窗口，所以謝霆鋒可以排除。第4章，揾爹第2站，謝賢。呢個瓜更加離譜。如果話估謝霆鋒仲算合理，咁估謝賢就純粹係網民嘅腦洞啦。始終張柏芝同謝賢嘅關係一直好好。當年張柏芝同謝霆鋒結婚嗰陣，謝賢就公開講過，柏芝係我最滿意嘅新抱。後來兩個人離婚，謝賢都一直撐張柏芝，多次喺公開場合幫佢講嘢。
有一次謝賢接受訪問，記者問佢點睇張柏芝一個人湊3個仔，謝賢直接講咗一句：佢好辛苦，我好心痛佢。就呢句說話，被網民過度解讀啦。有人話爺爺心痛孫唔係好正常咩？亦有人話呢句說得都太曖昧啦吧。據一位香港娛樂圈嘅資深記者透露，謝賢同張柏芝嘅關係就係老爺同前新抱嘅關係，非常正常。謝賢確實好中意張柏芝，但嗰種中意係長輩對後生嘅欣賞，同男女之情完全唔搭邊。估謝賢係3胎老豆嘅人，純粹想多咗。而且由年齡上睇，謝賢1936年出世，2018年已經82歲啦。雖然謝賢身體一直唔錯，但82歲生仔，呢個都太唔現實啦。所以謝賢都可以排除。第5章，咁到底係邊個？網民嘅推理越嚟越接近真相啦。排除咗最明顯嘅2個選項之後，網民開始將目光轉向其他方向。而呢一次，因為有咗高清正面相，大家嘅推理似乎有咗更多依據。線索1：膚色偏深，五官輪廓偏東南亞。張禮成嘅膚色明顯比2個哥哥深，五官輪廓亦更偏東南亞風格。大仔謝震軒同二仔謝震南都係典型嘅混血樣，高鼻梁、大眼仔、白皮膚，明顯繼承咗謝霆鋒嘅基因。但張禮成唔同，佢嘅樣貌更偏亞洲，甚至有人話有啲似南洋華人。據一位長期跟蹤張柏芝行程嘅娛樂記者透露，張柏芝喺2017年到2018年期間，成日去新加坡同馬來西亞。佢喺嗰邊有物業，而且嗰段時間佢身邊出現過一個男人，係做生意嘅，華裔，但唔係圈內人。線索2：張柏芝曾經消失過一段時間。2018年上半年，張柏芝突然由公眾視野入面消失咗大概3個月，佢嘅社交媒體停咗更新，綜藝都唔上啦，連商業活動都推掉晒。當時外界嘅解釋係佢喺度休息，但而家翻轉頭睇，嗰個時間段正好同佢懷3胎、生3胎嘅時間吻合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嗰3個月佢確實係喺度養胎，地點唔係香港，而係喺新加坡。當時陪喺佢身邊嘅唔係屋企人，而係一個男人，但呢個男人嘅身份佢邊個都冇講。線索3：佢從來唔帶張禮成見謝家人，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細節。大仔同二仔雖然跟住張柏芝生活，但佢哋同謝家嘅關係一直冇斷。謝賢成日去探孫，謝霆鋒都會喺節日嗰陣接仔女過去，但張禮成呢？從來冇任何一張相顯示張禮成出現喺謝家任何場合。佢冇見過謝賢，冇見過謝霆鋒，冇見過謝家任何一個人。呢個代表乜？代表張柏芝由一開始就冇打算讓呢個細路同謝家產生任何聯繫，因為佢唔係謝家嘅仔。第6章，最大嘅嫌疑人浮出水面啊！綜合以上所有線索，網民同唔少娛樂圈業內人士逐漸將目光鎖定喺一個方向上面：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嘅華裔富商。據多方消息交叉印證，張柏芝喺2017年前後透過朋友介紹至咗一位新加坡華裔商人。呢個人唔係娛樂圈嘅，而係做地產生意嘅，身家據講有幾億。據一位自稱至張柏芝嘅圈內人透露，嗰個男人對柏芝好好，出手都大方。柏芝嗰段時間心情特別好，同之前完全唔同。後尾佢有咗嗰個男人好開心，話會負責。但細路生出嚟之後，2個人嘅關係就變咗。變咗？點變？據呢位圈內人講，嗰個男人其實有家庭，佢喺新加坡係有老婆嘅。柏芝一開始唔知，後尾知啦，2個人就反面啦。但細路已經生咗，嗰個男人每個月會俾一筆撫養費，但人係唔會出現嘅。如果呢個講法係真嘅，咁一切就都講得通啦。點解張柏芝從來唔公開老豆係邊個？因為講出嚟就等於承認自己做咗第三者。點解張禮成從來唔見謝家人？
因為佢同謝家冇任何關係。點解大仔同二仔淨係露背影同側面，唯獨張禮成敢推正面？因為佢嘅老豆唔喺娛樂圈，唔存在被認出嚟嘅風險，而且傅不祥本身就係佢最大嘅保護色。據另一位接近張柏芝團隊嘅知情人士補充，柏芝對張禮成嘅老豆確實有過期待，但後尾發現對方唔可能離婚娶佢，佢就徹底死心啦。而家佢對嗰個男人已經冇乜感情啦，但撫養費仲喺度收。佢之所以而家將張禮成嘅正面想發出嚟，一方面係細路大咗收唔住啦，另一方面都係喺度試探，睇嗰個男人會唔會因為輿論壓力企出嚟。但到目前為止，嗰個男人依然冇出現。第7章，但就算估到啦，又可以點呢？講真，唔理三胎嘅老豆到底係邊個，有一個事實係改變唔到嘅。呢個細路由出世開始，就注定要活喺估爹嘅評論入面。你諗下，一個8歲嘅男仔，從來冇叫過一聲爸爸，佢唔知自己老豆長咩樣，唔知老豆叫咩名，唔知老豆係做乜嘅。當其他小朋友喺幼稚園被阿爸接走嗰陣，佢淨係可以等阿媽。當其他小朋友喺家長日有阿爸出席嗰陣，佢嘅座位隔籬係空嘅。而家佢阿媽將佢嘅高清正面推到鏡頭前面，令全網幾千萬人嚟估佢係邊個嘅仔。呢個到底係愛，定係另一種形式嘅傷害？據一位兒童心理專家分析，對於一個由細就知自己冇老豆嘅細路嚟講，被公開推到鏡頭前俾人估身世，可能會造成嚴重嘅心理創傷。佢會覺得自己係一個謎，係一個唔完整嘅人。呢種感覺會伴隨佢一生。第8章，張柏芝嘅矛盾。佢愛仔，但佢都喺度利用仔。講到呢度，我唔想將張柏芝講成一個壞人，因為佢對仔女嘅愛可能係真嘅。你睇佢每日朝早5點幾就起身俾仔女做早餐，送完大仔送二仔，再帶細仔去興趣班。佢嘅社交媒體上面全部都係仔女嘅日常，煮飯、陪做功課、帶出去玩。佢確實花咗大量嘅時間同精力。而且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張柏芝其實一直喺度為將來打算。佢知仔女遲早會離開自己，所以佢堅持要咗3寶。佢私下都講過，等仔女都大啦，佢想揾一個可以相濡以沫嘅老伴。始終一個人湊3個仔真係太攰啦。有圈內人透露，張柏芝其實都喺度睇有冇合適嘅另一半，但條件好高，要能接受佢3個仔，要有經濟基礎。最好仲要係圈內人或者有一定社會地位嘅。你睇佢自己都知，一個人係唔夠嘅。佢都想揾老伴，都想要一個完整嘅家，但佢偏偏喺公眾面前將呢一切包裝成我唔需要男人。據一位長期關注張柏芝嘅娛樂記者講，佢最自做嘅就係人設管理。喺鏡頭前佢係堅強嘅單親阿媽，喺私下其實都會崩潰。有一次佢飲多咗，同朋友講，等張禮成大咗問我爸爸係邊個，我應該點講？講完就喊啦。呢個先至係真實嘅張柏芝。佢唔係咩大女主，佢只係一個缺乏安全感嘅女人，用仔女嚟填補內心嘅黑洞。一個唔夠，生2個；2個唔夠，生3個。佢以為仔女越多，自己就越唔孤單，但佢唔記得。仔女需要嘅唔係數量，而係一個完整嘅家。第10章，真正應該被討論嘅，唔係酷唔酷，而係嗰個細路。講到底，呢篇文章寫到呢度，我最想講嘅其實唔係張柏芝，係張禮成。嗰個8歲嘅男仔，嗰個膚色偏深、眼仔亮亮地透住靈精勁嘅細路，佢做錯咗啲乜？佢冇得揀自己嘅出世。冇得揀自己嘅老豆，冇得揀被推到鏡頭前面俾全網估。佢只係一個想要爸爸嘅細路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張禮成其實好早就問過張柏芝：媽媽，我嘅爸爸係邊個？張柏芝當時嘅回答係：你有媽媽就夠啦，媽媽會俾你所有嘅愛。但一個細路需要嘅，真係淨係阿媽嗎？
真正嘅強大，唔係將仔女收埋嚟當自己嘅私有物品，唔係用我養得起嚟塞住所有人嘅嘴，而係將來可以俾佢一個堂堂正正解釋我由邊度嚟嘅底氣。當佢長大之後，發現自己由出世前到而家，一直活喺古爹嘅評論獵奇入面，佢應該點算呢？家庭嘅形式或許可以多元，但愛唔可以缺位，責任唔可以缺席，真相唔可以永遠係謎。唔理張禮成嘅爸爸係邊個，佢都係我嘅仔，我會俾佢最好嘅。呢個係張柏芝私下講過嘅說話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感人，但最好嘅真係淨係錢同物質嗎？一個細路由出世開始就冇老豆，從來冇一個男人企喺佢身邊講呢個係我個仔。唔理阿媽俾佢買幾貴嘅嘢，上幾好嘅學校，影幾靚嘅相，嗰個空洞係填唔滿嘅。請放過嗰個細路啦，佢唔應該為大人嘅選擇買單。佢值得一個更好嘅、更坦誠嘅、更完整嘅答案，而唔係一世人活喺古爹嘅評論入面，成為互聯網茶餘飯後嘅談資。